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估计欢收看5月16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有140档历史的市电国际当现洋行，这是见证安平开港外商来台湾从事国际贸易历史。政府伫去年展开修复以后，第一照8年进前原始的风貌加建再来恢复，希望展现国际新的科技。当现洋行是台湾为留下德国洋行建筑相当的珍贵，似乎对4档前的展开修复的规划设计，一直到去年正式的时间，对此市长李梦燕上午伫文化局长陪同前往视察，期待未来当现洋行第年底修复完成以后，会当发挥串联安平各文化景点的功能，为国际创造全新的科技。今天来到我们安平地区的。德记东兴洋行一个整修的工程它是一个古迹，那也是德国人在清朝的时代在台湾所留下来的目前所留下来唯一的洋行。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故事那也很有建筑特色的一个建筑物。那我们希望最近在修复的过程也发现有很多新的发现，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年底。来如期如质的完成这样的一个修复让它有一个这个原来的样貌，但是呢更加的坚固更加的恢复它的这个原来的古意那么来呈现给市民还有全国朋友们。英国文化局表示，虽然当现洋行是超过140档的市电古迹，不过已经是历建筑的设计，是现代新建筑值得学习的经验。而且过去嘛成为外宾参访，伫青仔卡啉饮料、食德国烟肠等异国风味的上好选择。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选伫国民党内将进行市长民调初选，决定遴选进前，参选人黄秀松下晡伫各行各业人士的小厅向大家承诺，因来当选市长将是一个平民市长，用党章办公室65岁以上老人免缴健保费等等的诉求，争取选民认同。台南市长参选人黄秀松下晡伫各行各业人士的小厅，对6岁妹妹到85岁阿伯拢有，就是要凸显伊参选以来走访37区，听出各界声音，争取各界站合理的决心。所以上议会嘛要向市民进行告别，以平民市长作为定位。因为我自己本身来自于基层，也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那我们希望说，我如果说有机会担任市长，我能够与民同在，同时能够造福市民，也能够苦民所苦。因为这样子一路走来，这个是我深深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等于是在国民党进行市长初选前呢，为自己做一个形象的一个定位，就定位为平民市长，能够苦民所苦，能够与民同在，能够造福市民。所以我们等于是也将我们的相关福国利民的政策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总结。比如说65岁以上免健保费，我们的房屋税、地价税，我当选的时候我动涨，因为这个也是我这段时间走访37区非常多的人民，他们都觉得说怎么可以涨了房屋税、地价税之后，还可以去当行政院长，这样子的一个心声。经过了解，国民党中央对这礼拜到下礼拜之间会进行电话全民调，对出黄秀松一步一开因相当的信心，会当出线。因为其实那个党中央也有跟我们那个不管是高世博委员或是我这边都有协商过，就是预计在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之间就会进行电话全民调，所以应该是结果很快的就会出来了，因为高雄跟我们台南也都是如此，所以一点都不担心。但是我们都一直在勤走基层，并不会因为说慢一点提名，我们就疏忽了跟民众在一起的心。黄秀松，动帅！黄秀松，动帅！黄秀松，动帅！
以苦民所苦、亲民爱民的形象，吴秀松并市长初选机关有待时间来印证。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第100学年度工科比赛当中，只有高雄学生今年再次创下优秀成绩。其中汽车修护部分，南台湾挤出3名进入全国比赛，其中1名就是该校的刘宇哲。另外，伫汽车钣金的修护，该校嘛有3名学生通过复赛，将进军全国比赛。实验的检查引擎的状况，每一个细节拢无要放过。这是持有工商汽车修护科3年的学生刘宇哲，每一天拢爱练习作业。虽然伊住伫咧学校，每一天拢爱长途通车来上课，但伊对汽车修护的热情甲坚持，互伊每一天拢积极练习，甚至到下暗9点、10点才回到厝。这次的差别只是说，我们这次比较加强所谓的专业英文的部分。那我们能够在41个参赛学校中脱颖而出，拿到南区第3名的佳绩。那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利用我们课余时间，好，那让我们的选手留下来做加强练习。那我们这位选手不简单的是，他每天要从学甲，然后搭车到我们学校来，然后每天要到4点多才回去。那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艰辛。这次主要最难得就是说学生持续练习，还有他一个非常强烈的企图心。那一直他从1年级开始就一直想要成为我们学校的选手。那在这样的训练过程中，那学生的心态是我们这次得胜的最佳关键。那我练习的过程的话，通常是早上大概6点起床到学校，大概是骑了1个小时的车程。那我都练到晚上大概10点、11点这边才回到家。练习的过程很艰辛，老师也会很用力的帮我们加持。那所以这次可以得奖的话，我也是很开心。另外，持有工商去年才投入培育学生选手汽车钣金类，今年也下下相当优秀的成绩，分别包办了南台湾比赛的第2名、第3名以及第5名。因也将要进军全国比赛。校方希望让这些学生会当学到更多技能，也让因毕业以后的路会当有更多选择性。不同以往的是，这一次我们分别派出了1、2、3年级的同学参加。包含1年级同学，我们这次都有得奖。那钣金这个职类项目其实是我们第2次参赛。那在以往，我们其实应该说南区并没有一个学校教汽车钣金这个技术。那我们也是想说，让小朋友能够学习更多的技术，更完善我们在汽车领域这一块的一些技术，让他们有更多的未来就业的一个发展性，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这样子。这次去比赛就是把上次比赛的失误以及一些缺点都改进之后再去拼一次，因为高职最后1年了，所以要把心力全部投入在这个最后一次的比赛上。虽然这次也是一样得到第2名，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尽很大的努力去把这个比赛完成了，一样可以去全国赛，甚至拼到国手。这些学生拢要伫咧8月6号前往台中参加全国性的工科比赛。校方也希望因教师会当发挥平常时的实力，下下优秀的成绩。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现代工程管理技术班所发起的爱种树活动，伫学校的大力支持，将伫安南校区规划2公顷的空地，有计种下2000丛的树仔。目前已经完成第1阶段，第2阶段嘛有1000丛，将伫5月20日来再种，邀请民众做回来参加。成功大学的安南校区，这个土地原本拢是一寡杂草啊。但经过成功大学工程管理硕士专班的学生来发起，由爱种树仔企业积极来推动。伫咧第1阶段，才已经种下了1000丛的树苗。透过栽种，生态也希望会当重建当地生态，打造友善的自然环境，让地球会当更较好。我们事实上是我们有发言说，我们希望我们子孙能够在台湾育苗种树3000万棵。那为定3000万棵这个目标，是因为我们知道
你树种下去不可能100%的，我们把它抓8成的存活率量，3000万棵乘以8成，大概就是2300、240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能够在台湾帮我们每一个台湾人至少种下1棵树。那后来我们在那场报告的时候，苏同学他们班就很有善根，听到说既然这样子，那他们也要参与，说他们那时候他们想要种1万棵后来跟学校讨论的结果，因为土地可能没有那么大，也不晓得我们种起来的结果会怎么样，所以后来那时候就下修到2000棵。那我们去年上星期种下1000棵的，那我们在520这个礼拜天，我们会再去种1000棵。成功大学经过研究，克服了当地土壤无营养成分，而且盐度高等等的问题。伫咧第一阶段种下1000丛树仔，到目前有9成的存活率。接下来伫咧5月20号，也将要伫咧新台安南校区进行第2阶段，同款是1000丛树仔的栽种。新台也欢迎大家做伙前往，做伙种树仔爱地球。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位伫嘉义区的文公国小有140名学童甲家长，伫校长陈金生的带领，走河来到佛光山南台别院参访，受到院方热情的接待，并且有总主持为师生乐舞祈福。位伫台南嘉义区的文公国小是一间偏乡的小学校，伫校长以及老师当年推动生命教育，具有真好的成绩。伫2017年参加佛光山3好学院的评选。以降温、适合以及骨力作为主题，要来培养学生优良的品德，得到绩优3好学校的荣誉。15号这天来到佛光山南台别院，接受总主持满洲法师热情的接待甲开示。每一年5月份的第2个礼拜天，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定国诞节以及母亲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佛光山全世界的寺院道场都会举办系列的佛诞节庆祝活动。那也因为今天，我们各位同学及家长今天要回到南台别院来，师父们也特别在布置这个浴佛池，要给大家浴佛。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也可以再来跟佛陀这个浴佛来净化我们的身心。今天我们在佛陀的面前呢，跟佛陀呢祈求呢能够保佑我们师生平安健康。我想呢，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小朋友无比的福报哦。5月第2个礼拜，除了是母亲节以外，也是固定的浴佛节。满洲法师嘛特别为阮内国小师生主持浴佛活动，互在场参与的众生拢感觉到法喜充满，慈悲无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传统的新庄手术需要拍开胸坎，互人敢若听着惊。不过随着科技进步，现在已经发展出真侪项的微创手术，除了互风险大大降低，同时嘛加速患者复原的时间，成为治疗的主流方式。目前对着主动脉瓣狭窄上有效的治疗，就是以外科的方式将主动脉瓣置换，但传统的开刀方式必须爱拍开胸坎来进行，而且手术时间长，互真侪高龄的患者无意愿。
随着时代的进步，目前已经发展出颈导管主动脉瓣置换的微创手术。奇美病院为今年2月开始采用这项微创手术，到即马已经有4个成功的病例。这一类的病人呢，大部分都年纪很大，甚至有些还曾经接受过心脏外科的手术。所以呢，当他如果要第2次进行心脏外科置换这个瓣膜的时候，风险相当高，或者因为他年纪大的关系，进行心脏手术的风险相当高。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式，是用心导管的方式，用心导管来置换这个主动脉瓣，那这个风险呢就会大为减少。所以呢，我们是用很简单的方式，用局部麻醉或者是全身麻醉都可以。那么从属膝部打针放管子到心脏，那么先把血管呢那个瓣膜的地方撑开来，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导管，上面有瓣膜，就可以把瓣膜放在这一个主动脉瓣的上面。颈导管主动脉瓣置换的微创手术，也因为风险较少、恢复紧，目前慢慢受到欧美国家的采用，但相对来讲，手术费用较悬。奇美病院依照救人优先的理念，对着环境较无好的家庭，嘛愿意提供协助。因为毕竟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对啊，我们也都是一般的家庭而已啊，可能没有办法负担得起。对啊，奇美医院有帮助我们很多。奇美医院呢，为了让很多的病人能够接受到这样子一个先进的手术，对于有些患者经济上有困难，奇美医院的公关室也可以提供病人来做一个财力的评估。我们希望能够对于让不管你这个病人你是有钱或者是没钱，只要你的疾病需要接受这个治疗，奇美医院都愿意。那么在评估你的个人的财力之后，给予适度的补助。奇美病院嘛将这4个案例伫亚洲颈导管治疗论坛上报告，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嘛期待奇美医疗团队会当用这项新的手术做好更较侪患者。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担任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所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小解客家的语言文化，现在带大家做了解客家俗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琪。小邓老师，自从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好多观众朋友都觉得很难得，在我们台南地区能近距离的认识、学习到好多客家相关文化，感到非常高兴呢。今天我们节目要和观众们分享什么客家相关文化呢？是啊，真嘅非常感谢很多嘅观众朋友嘅支持啊！有大家嘅鼓励老支持啊，就係我哋認真做節目嘅動力咯。我想今本日啦，演出嚟講客家諺語。客家諺語好哦！我要和观众朋友分享一件事啊。小晴，我虽然不是客家人，但是这些日子以来呢，和小邓老师一个星期自播一集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真的觉得客语很好玩，也不难学。真嘅係哦，小晴啊，真嘅多麼簡單哦，當然人啊要有語言天分哦。什麼欣賞？是好去好，底下出來講，你基本嘅主題嘅單元哦，客家諺語哦。三日唔飲口爽。三日唔飲口爽，三日唔做樹上，三日唔做樹上，這什麼意思呢？三日唔飲口爽啊，你話三日唔做樹上，意思就係3天不讀書啊，那嘴巴就會變得很生疏哦。3天不做事啊，手就會變得非常的遲鈍。就像從學校開學嘅時節啦，學生嘅不用隔一段時間，一開學啊，很記得嚟念課文啊，該學生嘅啊就會念到安尼滴滴嘟嘟哦。故所你從讀書嘅時節啦，我漸漸拿出來複習，按樣啊，將唔會唔記得。該做事情啊，學術你咪強用哦，要反覆練習來做，此
此元素你就会越来越好。来，过来讲一摆哦。三日唔飲口爽，三日唔飲口爽，三日唔做樹爽，三日唔做樹爽。好，再過來講另外一句客家諺語哦。另外一句客家諺語是什麼呢？另外一句客家諺語啊，就是三日無打，三日無打，雙五插牙，三五插牙。三日無打，三五插牙，這又是怎麼說呢？三日無打，雙五插牙。小琴啊，我摸你哦，你細細嘅時節啦，係有做唔錯事情啊，我下嘅太年會告辭麼？會啊，小孩子犯錯，大人當然就會適度的處罰。三日無打，也就係處罰咯。頭半年啊，搞生年咧。生意呢，從成長過程當中係做唔錯，也做唔錯呢，就係犯錯，太年啊就會處罰咯。係講太年啊冇牙見呢，唔判得打，來將生意呢，嘅生意呢就會冇飯冇田啊，爬上了屋當來撐拗，家己出家麼？當然也下嘅人啊講。嘅愛嘅教育，當然也要道理啊。唔過佢講愛嗰條嘅，就會變成種。教出生意呢啊，還係愛要盡責咯。嘅生意呢啊，要做唔錯，就愛嚴視本地啲嘅教出，咁樣將唔會三日無打，雙五插牙。三日無打，雙五插牙。實過來講解一句哦。好，再來一句。三歲大牙，三歲大牙，也歡喜，也歡喜。30歲大牙，30歲大牙，也結喜，也結喜。哇，等等，這句諺語有點難呢，我要慢慢念哦。來，3歲大牙。3歲大牙，也歡喜，也歡喜。30歲大牙，30歲大牙，也結喜，也結喜。這諺語怎麼說呢？也3歲大牙也歡喜，30歲大牙也結喜呀。客家話講也係講阿爸，就是爸爸的意思。相信你嘅觀眾朋友。中意阿爸阿妹嘅生意呢，很細時節啦，一技術一頭足啊，每一個動作啊，都會伴做阿爸做阿妹嘅當聽當歡喜哦。搞生意嘅樸素，生意就天天樸素，嘅阿爸阿妹就會講很強哦。搞生意呢，打阿爸也係打阿妹，阿爸阿妹咪咁樣講，很強很威哦。唔過喺到呢生意呢狀態成年了後，還唔點件事嘅做事情啊，冇大冇細，做阿爸阿妹就來亂打，30歲大牙也結喜，就係只講嘅生意呢啊，都成年狀態咧。佢係同唔同啊？就會打自家嘅阿爸阿妹也結喜呀，就係氣死嘅意思。所以呢，今天我們單元介紹客家諺語呢，有2句都是強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係呀，講定啊，你好好自家天使好嘅，見本意就講到呢咯。你下愛來你觀眾朋友講上來了哦，上來了。新聞最後做嚟關心詳細天氣變化。我在是好天有時，這份天氣溫度28度到30度，落雨幾率一成。海面邊緣風力4級到5級，上加陣風8級。感謝收看各位，再來去中嘉台電新聞，咱再會。